大家好，我係 PS 皮亞斯，歡迎大家收睇今日嘅美股3分鐘。中意呢個內容啊，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。今日呢個市場呢個早市嘅波動啦，午市抽高啦，三大指數呢全線收升啦，道指微升0.75%，標普500升0.58%。咁個板塊方面呢，除咗能源板塊呢，全部板塊報升，金融同材料板塊齊升超過0.9%，能源板塊跌0.37%。空缺職位數據跌0.3%，空缺職位同消費者信心指數 GDP 咁樣預期呢，市場對呢啲經濟數據越嚟越敏感啦。咁投資者呢就想知咗啦，特朗普嘅關稅戰呢係咪已經對經濟造成不可逆轉傷害呢？3月空缺職位數據報7129000個，低過市場就預期呢748萬個，職位空缺率維持4.3%，整體勞動市場保持平穩啊，符合就鮑威爾之前呢對就業市場嘅評估嘅消費者信心指數呢，4月報86，連續第5個月下跌，創2020年呢春季以嚟新低。超過30%嘅消費者認為呢工作機會減少啦，主要呢就憂慮關稅呢推高通脹。咁就雖然呢信心指數疲弱啦，但係實際嘅消費數據依然強勁。呢個矛盾現象值得持續觀察。聽日公布嘅 GDP 數據成焦點，市場嘅預期個首季咧增長得0.2%嘅，亞特蘭大聯儲模型更加預測負2.7%。不過分析師普遍認為咧，關稅前嘅進口囤貨推高基數，實際嘅經濟動能咧就未必咁差。汽車關稅咧傳嚟所謂及時雨啦。白宮咧就宣布咧就減輕車企嘅部分成本壓力，咁但係25%咧整車個關稅不變。通用汽車照舊要取消業績指引，福特同 Stellantis 嘅高層咧齊聲多謝特朗普，但業界普遍認為咧措施杯水車薪啦。亞馬遜捲入政治風波急轉彎，原本計劃標示關稅嘅成本，俾特朗普咧親自致電呢個貝索斯施壓，最後咧係緊急取消計劃。事件反映企業同政府角力白熱化。零售商巨頭咧正聯手向白宮施壓，醫療股 Hims-Hers 爆升2.3%，同埋樂同樂德達成長期合作，推出減肥藥組合套餐，每月$599起，打通線上線下醫療服務。公司嘅管理層咧對增長嘅前景係信心十足嘅。貿易嘅協議露出曙光，喺商務部長放風咧就即將達成首個協議。市場咧就估係日本或者韓國，消息刺激午市樂觀情緒，但係具體細節仲要等國會審批嘅，投資者要小心框架協議既實際效力。多謝你同我皮亞斯一齊 update 完最新嘅投資熱點，記得訂閱同撳埋個鐘仔，聽日見面。